即摆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4月23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14节到24节。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第1节到15节。路加福音24章第1节到1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日。旧约摩西律法中间敬拜上帝的时间是伫安息日，因为这是上帝命令摩西以及以色列人都要纪念上帝创造以及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恩典。这是伫犹太教的中间因所坚持的，也是某一寡坚持旧约传统教会所坚持的。所以也有一寡称作基督教会的教会呢，依然伊是伫礼拜六来聚会来敬拜上帝，亲像去互正统教会看做是这个极端或者是异端的摩门教、真耶稣教会，因坚持爱伫拜六来安息日敬拜上帝，才是正确的。咱的问题是要来问一下吼，敬拜上帝有分倒一天吗？伫主日敢袂使，还是伫逐天敢袂使？为什么现代基督徒大部分用伫这个礼拜日，咱咧讲的主日来敬拜聚会，来敬拜上帝呢？这个维基百科解说这个3日，伊安尼讲。礼拜日呢是基督教会看做礼拜以及安息日的日子，称作主日，是因为耶稣基督割腕的日子。大部分的教会将这个基督教会将这天当作一礼拜的头一天。敬拜上帝并不是因为倒一天，更加不是因为倒一个所在。乃是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代表捌因为好色来得罪上帝，嘛因为捌惊吓来拒绝上帝的约规。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第1节到第15节，记载着这段的过程。代表佮组织以色列人中间得选的3万人。代表带这个人出发，去到犹大的巴拉，要对遐将上帝约规接来。这个规是奉坐伫2个天使基路伯中间的上主万军的统帅耶和华伊名来称呼的。因将上帝约规下伫新的车，对山顶阿比那达的厝载出来。阿比那达2个囝乌撒甲阿希赶迄台新车，因将车甲上帝约规对山顶阿比那达的厝载出来。阿希行伫约规的头前，代表以及以色列全家伫上主的面头前，用青树茶所做逐款的乐器，甲琴、瑟、玲珑歌、大鼓、钹来奏乐庆祝。因来到拿空的五谷场，牛着搭乌撒春酒赴上帝的约规。上帝对乌撒发大受气，因为伊会失策。上主甲伊拍，伊就死伫上帝的约规边。代表因为上主拍乌撒真无欢喜，就将迄个所在号做比利斯乌撒，直到今仔日。迄日代表惊上主，就讲我哪通将上主的约规运来我的所在？对安尼，代表毋肯互上帝的约规迁入去代表啥？到家己的所在，就甲伊徙去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厝。上主的约规停伫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厝3个日久。上帝赏赐予俄别以东以及伊的全家。
有人甲台北报告上主，因为约柜的缘故，束缚互俄别移动甲因的全家人。台北就欢喜将上帝的约柜对俄别移动的厝接来台北城。跟上主约柜的人行6步，台北就献一只牛甲一只肥的精生做献祭。台北穿幼满布甲伊图德伫上主的面前尽力的跳舞，安尼台北甲以色列全家出欢喜的声，奔扫甲跟上主的约柜来耶路撒冷。亲像咱头前所讲的，基督教会伫礼拜日来敬拜上帝，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过活的日子。基督教会未称太阳日，乃是称主日毋是三日是为着要纪念耶稣基督十字架有恩典甲伊过活的救恩。路加福音24章第1节到12节，礼拜日的透早天要光时，遐个妇人人带因所准备的香料去墓地，因看到石头已经对墓隔开，就入去。毋久找无主耶稣的遗体，因为着这个项代志戆去，毋知要安怎是好。忽然间有2个穿光显显的衫徛伫因的身边，这个妇人人非常着惊，面趴伫涂骹。迄2人甲因讲：“恁是安怎伫死人中间找活人？伊无伫遮，伊已经过活。恁着会记得伊要伫加利利的时，甲恁讲的话。人子一定会受出卖伫罪人的手，互因钉十字架，第3日过活。遐妇人人就想着耶稣基督的话，因离开墓转去，将这个代志对11个使徒甲其他的隆重的人报告。对使徒报告这个代志，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约翰娜、雅各的老母玛利亚，以及其他做阵的妇人人。使徒想讲，这个妇人人所讲的话无影无迹，所以毋相信啦。毋过彼得起来走去墓里，拍落去看，就看到幼满布尔点。伊就转去，对所发生的代志感觉真奇怪。这一天其实是上帝做的，是国外的恩典，是基督徒领受救恩、纪念基督的日子。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14节到24节。就感谢上主，因为伊至神，伊的慈爱线到永远。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线到永远。14节。上主是我的快乐，我要唱歌学了。伊甲我解救，伫上主主面的布片内底有凯旋的欢呼。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上主的正手举悬悬，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我未得到死会活落去，会通讲起上主的作为。上主严严管教我，总是无互我得到死。甲我开公义的门，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这个门是上主的门，只有正直的人会通入去。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起初三夫起杀的石，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这是上主的作为，咱看起来真有感觉真奇妙。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感谢上帝赏赐阮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互阮因为接受救恩的日子，就归属伫主耶稣基督。求主互阮来明白，每一天拢是恩典的日，拢是主的日，着爱感谢，爱活出美好的见证。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